来关心天气，风台来啊！今仔日咱台湾同款继续受风台，抑有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。中南部的风雨是爱等到下暗到明仔透早才开休。咱来看云图。即马风台同款是要来哪来，要入来哪唔入来安尼。今仔日屏东的山区也有台东，同款也有局部大水雨，也是超大水雨。尤其是台东的金峰乡，目前累积雨量是已经超过1486毫米。花莲、台北的山区、北海岸、南部的高雄、屏东也有局部大雨，也是大水雨。南部的嘉义、云林，北部的基隆、新北，也有东部的宜兰、花莲，含外岛的澎湖、红头树、绿岛，今仔日的雨嘛同款的不加大。桃园以南到彰化、南投，也有台北，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。风影的部分，因为风台瓦近，风力继续增强，各地头今仔日的强阵风拢是9级至13级。台南、高雄、屏东沿海较空旷的所在，阵风有可能会达到14级。